2025年11月，一單爆炸性新聞喺網上鬧得熱烘烘。李連杰深夜帶前妻同個女返屋企，被李智攔喺門口，激到甩咗婚戒警告，快啲叫佢哋滾！連夜啟動100億財產分割，個女李絲出聲：媽咪哋唔應該俾人傷害。呢單消息一啲就點燃咗公眾嘅好奇心，將李連杰屋企人嘅感情糾葛又推到咗風口浪尖。雖然消息真真假假好難分辨，但結合近排李連杰屋企人嘅動態，好似向咗屋企人同李連杰一齊為香港捐咗300萬港幣，李連杰大女李絲結婚咁啲事，唔難發現呢個家庭一直都喺公眾嘅視線焦點度。李連杰呢位曾經喺影壇威風八面嘅功夫巨星，佢嘅愛情、家庭同人生經歷就好似一部劇情跌宕起伏嘅傳奇電影，充滿咗愛恨情仇、爭議同和解，吸引住無數人嘅目光。不過命運好似成日都中意捉弄人。李連杰拍南北少林嗰陣，唔小心跌斷咗條腿，醫生話好有可能終身殘廢。呢個消息就好似晴天霹靂，將李連杰打入咗谷底。黃秋燕知得之後，放下所有嘢趕去李連杰身邊，衣不解帶咁照顧佢。為咗報答黃秋燕，李連杰就娶咗佢。但呢場婚姻冇求婚，冇婚紗，冇戒指，冇婚宴，甚至領咗結婚證之後，李連杰都冇去黃秋燕屋企探佢父母，直接就去片場拍戲。黃秋燕卻唔覺得有咩唔妥，沉浸喺嫁俾自己中意嘅人嘅喜悅入面，面上盡係溫柔幸福。婚後，黃秋燕為咗更好咁照顧李連杰，做起賢妻良母，每日洗衣煮飯，忙前忙後打理屋企。隨着李連杰事業嘅發展，佢決定去美國闖一闖。去到美國之後，李連杰貸款買咗間屋，做起武術培訓，黃秋燕依舊做家庭主婦。幾個月之後，佢哋嘅大女李絲出世。1年之後，黃秋燕又懷咗第2胎。呢個時候，李連杰受邀請返香港拍《龍在天涯》，就一個人返咗香港，而黃秋燕就留喺美國養胎。冇人諗到，就係呢次返香港，令到佢哋嘅婚姻走到咗盡頭。喺拍《龍在天涯》期間，李連杰識咗李智，而且對佢動咗心。李智係亞洲小姐，唔單止生得靚，身材又正，仲俾香港大才子倪匡話係50年難得一見嘅美人，就連賭王何鴻燊都曾經想娶佢做五姨太。李連杰話自己愛上李智係因為對方好理解自己，比自己阿媽同家姐都更加了解自己，就好似自己肚入面嘅蛔蟲。而李智起初冇睇上重返香港影壇嘅李連杰，但後來喺被封殺期間，周圍嘅男人都唔見咗，只有李連杰一直陪喺身邊，仲為咗佢四處奔走。為咗唔俾李智背負小三嘅罵名，兩個人定咗10年之約，如果10年之後兩個人嘅感情冇變，就結婚。李連杰打去美國，同正懷着第2胎嘅黃秋燕講要離婚。呢個時候，黃秋燕正懷着第2胎個女，大女李絲先1歲。離婚之後，黃秋燕雖然得到咗洛杉磯嘅間屋同2個女嘅撫養權，但冇收入來源嘅佢根本負擔唔起房貸，最終間屋被拍賣。佢唯有將個女送返國內，自己返美國住入好心人提供嘅免費地下室，一住就係10年。而李連杰同李智定咗10年之約之後，就全身心投入事業入面。為咗幫李智還投資失敗欠下嘅債，佢短短2年內接連拍咗6部電影，拼命咁工作。呢10年裏面，李連杰嘅事業突飛猛進，成為咗國際知名嘅功夫巨星。但佢始終堅守住對李智嘅承諾，冇傳出過任何緋聞。10年之約期滿，李連杰同李智喺洛杉磯舉辦咗一場盛大嘅婚禮。呢場婚禮同當年佢同黃秋燕連正式婚禮都冇嘅境況形成咗鮮明對比。婚後，李智放棄咗娛樂圈嘅生活，返歸屋企，為李連杰生咗2個女。佢將屋企嘅嘢打理得井井有條，照顧住2個細路，令到李連杰可以安心喺外面打拼。李連杰對李智都好寵愛，佢曾經公開表示願意為咗李智付出所有，包括條命。
喺生活入面，佢哋相互陪伴，簡簡單單行街買菜，冇明星架子，就好似普通夫妻咁拎住購物袋返屋企煮飯。父母離婚嗰陣，李斯先3歲，細路女嘅佢雖然對父母離婚冇咩概念，但經常見到阿媽一個人喺度喊，枕頭上邊盡係眼淚，身邊又冇咗阿爸嘅身影。後來佢同妹妹被送返國內，由奶奶照顧。喺北京胡同嘅大雜院入面，李斯嘅童年充滿咗孤寂。阿爸李連杰因為演藝事業忙，起初每年都會有幾次探佢，後來竟然連續好多年冇晒消息。喺校園入面見到同學被阿爸親昵咁接送，李斯唯有喺旁邊靜靜咁望住，眼神入面盡係羨慕。阿爸為咗幫李治還債拼命拍戲，卻對佢哋嘅生活唔聞唔問。呢種巨大嘅反差喺佢細路女嘅心靈入面種下咗怨恨嘅種子。李連杰同李治舉辦盛大婚禮嗰陣，李斯堅決拒絕出席。面對阿爸嗰陣，情緒激動咁重重咁甩上門，擲地有聲咁話：嗰係你嘅新屋企，唔係我哋嘅。之後好長嘅歲月入面，佢一直刻意同阿爸保持距離，避而唔見。就算喺奶奶離世呢啲重大時刻，佢依舊堅定咁拒絕跟住李治去香港開啟新嘅生活。同李斯同李台密嘅成長經歷唔同，李治生嘅2個女喺父母嘅呵護下長大。李連杰對佢哋寵愛有加，李治都盡心盡力照顧佢哋。大女 Jane 繼承咗父母嘅優良基因，畢業於哈佛大學。細女 Jota 曾經經歷過抑鬱症，但後來開始注重佛教修行。2個女喺父母嘅關愛下，生活無憂無慮，同李斯同李台密嘅童年形成咗鮮明對比。呢個亦都進一步加深咗李斯同李台密內心嘅創傷。轉機出現喺李斯長大成人之後，黃秋燕再婚，為佢營造咗一個全新嘅家庭氛圍，繼父將佢視作親生女咁關懷備至。呢股溫暖嘅力量漸漸撫平咗佢內心嘅創傷。阿媽嘅耐心勸導，亦都促使佢開始以新嘅角度重新審視阿爸。佢意識到大人之間嘅過錯唔應該由細路嚟背負。李斯陪住妹妹去香港探親，喺眾人注視嘅場合下，終於輕輕咁喊咗聲阿爸。嗰一刻，一向喺銀幕上展現鐵血硬漢形象嘅李連杰，瞬間淚如雨下。父女關係亦都由此迎來咗破冰時刻。自嗰之後，李斯試住重新同阿爸李連杰搭建起溝通嘅橋樑。62歲嘅李連杰喺社交媒體上分享咗一單好消息，佢37歲嘅大女李斯同相戀咗好耐嘅男朋友手拖手步入咗婚姻嘅殿堂。李連杰喺字裏行間盡係作為慈父嘅恩惠之情，個女真心中意先係最重要嘅。而家就盼住可以早啲提車，咁細路兩公婆就可以帶住我呢個阿爸出去兜下風啦。喺李斯嘅婚禮籌備之旅入面，父女間嘅默契就好似璀璨星光，喺每個細節度熠熠生輝。李連杰充分尊重個女嘅心意，精心挑選咗華為智界 R7 作為陪嫁之禮。呢款價值30萬元嘅國產汽車，唔單止彰顯住對民族品牌嘅熱忱支持，更加飽含住對個女智慧同境界嘅美好人生期許。婚禮現場雖然冇對外公開，但從李連杰喺社交媒體嘅言語入面，嗰份難以掩飾嘅喜悅呼之欲出。而家就盼住細路兩公婆可以常帶我出去行下，咁樣樸實無華嘅心願，就好似一面鏡子，映照出一位普通阿爸對個女深深嘅眷戀同唔捨得。呢場婚禮唔單止係新人步入幸福嘅見證，更加向公眾展現咗成長嘅強大力量。李斯曾經被童年嘅陰霾籠罩住，而家卻勇敢咁走出咗過往，毅然選擇相信愛情，組建家庭。呢無疑係對曾經嗰個被陰影困擾嘅自己嘅一種超越，彰顯出堅韌同勇氣。而李連杰喺同個女嘅關係入面，憑住不懈嘅努力，最終重新贏得咗個女嘅信任。佢嘅經歷為天下父母樹立咗典範。阿爸嘅愛或許喺某些時刻會姍姍來遲，但只要懷住真心去彌補，就永遠唔會真正缺席。佢喺愛情同家庭方面經歷過好多波折，
從同黃秋燕嘅清潔愛情到同李志嘅深情相守，從對個女地疏忽到後來嘅努力修復關係，佢嘅每一步都充滿住挑戰同成長。佢喺事業上取得咗巨大嘅成功，成為咗國際知名嘅功夫巨星，但喺家庭方面，佢亦都曾經犯下過錯，傷害咗黃秋燕同兩個女。不過，佢冇逃避責任，而係勇敢咁面對自己嘅過去，努力彌補自己嘅過錯。佢通過實際行動，逐漸贏得咗個女地信任同原諒，亦都令到家庭重新返到咗溫暖嘅軌道。佢嘅經歷令到佢深刻反思自己嘅人生，明白咗家庭嘅重要性，亦都令到佢更加珍惜眼前嘅幸福。黃秋燕喺經歷過婚姻嘅失敗之後，冇一蹶不振，而係勇敢咁面對生活嘅挑戰。佢喺地下室住咗10年，憑住自己嘅努力，苦學美容技術，熬夜備考，最終考取咗專業證書。靠住僅剩嘅積蓄，佢開咗一間小店。生意冷清嗰陣，佢就親自上街派傳單，行遍大街小巷招攬顧客。憑住真誠同努力，佢嘅口碑逐漸積累，客戶越來越多，最終成功開設分店，賺到咗人生嘅第一桶金。後來佢重新組建咗家庭，老公雖然平凡但溫柔體貼，個女亦都返到佢身邊，順利考入咗大學。佢用自己嘅堅韌同努力，詮釋咗咩係真正嘅女性力量。佢亦都對過去釋懷，唔再怨恨李連杰，而係選擇咗向前睇，過好自己嘅生活。李斯同李台蜜喺經歷過童年嘅創傷之後，逐漸成長為獨立堅強嘅女性。李斯喺婚禮上勇敢咁邁出咗新嘅一步，選擇相信愛情，組建自己嘅家庭。佢喺面對假新聞嗰陣，亦都能夠冷靜應對，為家庭發聲。李台蜜亦都喺低調咁過住自己嘅生活，唔受外界嘅干擾。佢哋同阿爸嘅和解，唔單止係對過去嘅釋懷，更加係對未來嘅期許。佢哋明白親情係無法割捨嘅，只有放下成見，積極溝通，先可以令到家庭更加和諧美滿。李連杰屋企人嘅故事係一部充滿住愛同和解嘅傳奇。佢哋嘅經歷令到我哋見到愛情嘅美好同複雜，家庭嘅溫暖同挑戰。雖然佢哋曾經經歷過好多困難同挫折，但佢哋始終冇放棄，而係通過努力同堅持，令到家庭重新煥發出咗生機同活力。喺呢個充滿住誘惑同變化嘅世界入面，家庭係我哋心靈最溫暖嘅棲息之所，係嗰片可以為我哋遮風擋雨嘅寧靜港灣。我哋應該珍惜家庭，關愛家人，用愛去化解矛盾，用理解去包容彼此。相信喺愛同和解嘅力量下，每一個家庭都可以迎來屬於自己嘅幸福同美好。就好似李連杰屋企人咁，無論經歷幾多風雨，最終都可以揾到屬於自己嘅溫暖港灣，攜手走向更加美好嘅未來。